出来。韩国瑜说他正义，高金素梅说他一步一脚印。我看到很多国民党的很会说话的名嘴，很会讲话的教授，从来不愿意脱了皮鞋走上街头。2021年我认识自强的时候，4大公投，我说4个同意台湾更美丽，没有人跟风。罗志强第一个跟风说同意，4个都同意台湾更美丽。他睡在凯达格兰大道，每天直播。高金素梅去看他，我说终于有一个国民党的年轻人愿意把鞋子脱掉，走上街头，我佩服他。我说素梅姐来陪你，所以罗志强在凯达格兰夜宿睡不好，每天晚上做直播。高金素梅用我的小公投的战车全省宣讲，然后我们在好多县市齐聚一起。虽然公投失败了没关系，但是我跟志强产生了革命情感。后来他要选立法委员，我大力的去给他站台。大安区的选民们选出了一个非常棒的罗志强，因此罗志强到了立法院。到了立法院有战力，我最心疼他的是，到现在他还没有休息。高金素梅站了24年，罗志强在短短的4、5年当中，把国民党的士气带起来。短短的4、5年当中，把国民党年轻人、中壮年凝聚起来。这是我看到的志强。昨天花莲风灾，他马上又拿了50万出来，捐